介绍，这个人底下人在装修，看不像我们内蒙古的。他来成都，你看他的打扮嘛，他的长相不成都，但是他绝对是少数民族和不价值的人，他跳不来。他跳不来。啊，那个男的，头发发型风格长相也很像，他跳来的之后，我觉得他主要是没人说。可以这样子操的都可以跳，只是看跳哪里走。还没跳舞了嘛，老是去跳舞。他明天9点钟，他们可能8点5点钟过去。我问了嘞。明天咋办？明天咋办呢？过去就说噻，送红包噻。啊，我送红包，方便一些，好一些嘛。今天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去罗马。可以了。看见我们在那儿不是，就是在那儿因为警察不在了。挨他的噻，声音小点不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平时那个地方。都有人了，有城管。昨天开始过的是吧？昨天晚上我不是没来吗？没有啊，我都撇了的。在开学说的，他说觉得没有啊。没有啊，我们这儿撇了。没有呀。撇了。咱哪开学？开学在呀，他自己他走了，他都骑到里面去了。哦，你看了吗？我们这儿撇在去。哦，但是他过来，我昨天不是去跳的，然后开学过来了嘛，警察过来过来，他们不要可以。他之前去其他地方，我们一直在中间位置，中间位置。所以说的中间。一直开好久。我去跳的。好，我的这我就说噻。哎呀，我都不顶很简单，有音乐就没音乐就不拍了。对，两个长腿妹。我们团队里面最高最美的两个。筷子姐妹。太远了。姐姐。哪去了？是小工，什么叫小工？哎呀，人都看不到嘞，还没过来的嘛。还没过来，在那里嘞。对啊。要走过来，我们两个。忙人很就这样子。人太多了，人太多了，消失都不知道去了。我是放羊式直播，家人们。好，来3、2、1，走。这就是正版，再加点音乐就可以了。他也不用跳舞啊，直接就有点加点慢动作，加点中文音乐不是藏文，因为他们觉得配音乐要配中文的，对吧？没流量，我都不知道怎么想。像吴江波啊、丽丽啊这些是吴江波还是很多。我哪里晓得？我在跟他说话，我才没有，看到我已经这样子了。什么？在跳卡子是吗？
你在跳。从那边走过来。哦，好了，那个去一度口是那儿。好，我上去。他就从一度口是那边走过来。啥子？他们我们去2楼，还有你在拍视频呢，你看一下。哎，不好意思，我没关那个相机啊。拍个好戏噻。那行，我跟老师开一个吧。那天的玻璃，给了这个这里。
另外一首完整版。他刚才吐了。啊，我水喝太急了，吐水太急了。我一般在喝点口就停一下，喝点口停一下。扎西那个，专用的这个。你看，他没去，他说去。三个有三个嘛，写过嘛。
버리는 그 사실이야. si tu te mon des jours mon Dieu c'est tu les as qui vont dans les la sa ta petite de bonne joie chez la molo oh bonne la si tu te mon des jours la sa ta petite de bonne joie chez la molo烟回来了，语音来了。取证的体力好，取证的稍难受，体力好一些。停不下来，还是。今天找啥去？再这要轮到谁？
圈子吧，反正就是小圈子上。还有一个曲镇，大曲镇就是小曲镇，那个是宣子地方，宣子。
你看。